去轿车出一段路了后，煞做移走。即马警察当咧找人，详细调书原因，警察嘛当咧调查。上新的现场消息，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即马准副总统赖清德上新的讲法。经济发展，但是国家有需要的时阵，全心全力投入啦，吼。以国家的这个安全为优先，个人的公司的利益，颠倒甲放伫后壁吼。当然，即款的工厂，也是讲即款的公司，咱拢应该爱甲伊说多声。但是，我要特别讲的是，咱台南有那真侪企业是即款的情形。今仔日我选定来到康那乡，来向咱地当署长甲公司全体同仁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吼，咱康那乡咱即间公司除了讲是全世界前40大不织布的这个公司之外，有那是咱台湾不织布的创意王国，有那是咱台南市的观光工厂，咱地当署长是台南市的卓越市民之外吼。那伊伫个SARS的时阵，都见一遍过啊。迄个时阵，我做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吼，民进党执政2003年的时阵哇，碰到这个SARS是非常非常危急迄个时阵口罩的需求比现主是更较大，人民更较惊遐，因为呢，和平病院迄个事件造成医生、护士死亡，大家拢足惊遐，口罩拢无法度通买。迄个时阵咱康那乡咱地当署长无讲，第二句话拢无讲啦直接甲公司的生产线刷来做这个口罩，迄个时阵帮助政府渡过迄边的难关啦。我迄时阵对这个，所以我当着地当署长，我讲这是爱国的企业家，爱国的企业家公司的这个利益放伫后壁，国家的需求放伫头前，平时生产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互咱台南市会当稳定。但是国家需要的时阵，伊共款徛伫第一线，所以我受到即款的精神的感动啦，除了内心敬佩之外，所以我代表台南市市民颁发卓越市民，互咱地当署长。这一边呢，这一边共款国家需要的时阵，地当署长共款佫徛伫第一线。伊本身的业务有哪甲停落来，专心专意来生产这个口罩，就是要互咱的国家的这个人民有口罩通好用，会当保护咱家己健康。拄地当署长你讲起你看卖现主是20万，一条生产线20万、21万啦。大概明仔载了后，就会当加5条生产线。50万，一条生产线10万，安尼就50万，加起来就71万拄地当署长你讲讲月底的时阵这条生产线是全世界上介紧的，一天生产21万的口罩，伊要甲增加到100万，因若安尼就加起来就，敢若讲咱康那乡一天会当为咱国家生产150万粒的口罩。讲鼓励就好。今仔日呢，拄好，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口罩的发放实名制的发放有一个新的改变，就是加一个啦。7天大人7天变3个，囡仔变5个。咱苏贞昌议长嘛咧讲，甲咱经济部。新部长嘛咧讲希望月底的时阵，全台湾一天会当1500万粒。若换一句话讲咱台南市康那乡这间工厂，一天会当生产全台湾1/10的口罩。安尼讲有大无？讲得出大，咱讲。所以呢，我今仔日一定爱来甲咱康那乡
地当署长甲公司全体同仁表示感谢。同时有若照重向喀纳乡表示敬意、表示感谢的时阵，有若向咱全国全国每一个县市，任何一间为了国家的需要，甲生产力的放伫后壁，甲国家的安全放伫头前，配合国家的这个国家队表示敬意，表示敬意。咱掌声感谢多谢一下，感谢多谢。所以这未来咱可能来去想到一点，口罩的生产，有这个生产量的保存平时嘛爱保存掉，因为咱什么时阵需要唔知影，需要唔知影者，无定咱国家会去研究，看用什么款的方式来保存咱的生产线。所以平时你生产别种这个产品，当有需要的时候，真紧就会当改过来，就生产口罩，来确保咱每一个咱的人民的这个健康甲安全，所以我伫咧遮简单几句，向咱敬爱的地当署长，公司全体同仁表示感谢，有若祝福咱这边的防疫工作，伫咧政府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带领下面。咱全民响应，医界响应，企业家响应，科技界响应，互咱全世界会当照重这边的这个武汉疫情，更加了解台湾的了不起，我伫遮甲大家说多谢，老咱多谢。那个陈秋红议员有哪有过来？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早来到立法院，针对到武汉肺炎特别预算案来报告，嘛来备询。针对到相关议题，嘛有上新的回应，像讲敢要来清查违法的劳工。苏院长认为讲，即马上界重要就是爱防疫，也有一寡地方的省长破病人无爽快，嘛去上班。院长伊嘛呼吁这些省长，假使若是身体有状况，一定爱健康放伫第一。咱做伙来听院长上新的讲法。我很感谢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同仁，大家发挥创意，对于政府需要让民众了解的各项作为，或者要让民众知道的信息，都透过有趣的画面图卡，让民众第一时间了解，让政策发挥最快速、最有效的效果。我很鼓励，也看到很多部会有很多年轻的同仁、有创意的工作者都做很好的表现。我们应该鼓励，其实在台湾各处各行各业也都有这样的情况，都应该多多鼓励。院长想问一下，健保的财务压力很大，那就是说明年如果就是继续收支短促的话，可能会面临要调涨保费的压力，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那因为现在有很多有要修法的这个声浪，会尽快来执行。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我也还没接到这样子的报告。而健保最好。那也让世界都很夸赞，我们健保不能让它倒，因此怎么样子有效运作，怎么样子合理收费，都是随时都会做各方面的评估跟做各方面的运作，一定要让健保继续存在。院长请教，因为现在有民调立委喊说要修健保相关法律，但是长期在中国的艺人刘乐言，他就说这个是烂招，还叫民进党高官要求快修。你讲的那是谁？刘乐言，就是他是比较亲中色彩的女艺人。我不晓得谁讲了什么，但是我们对于立法院，要怎么样修法的运作，我们都尊重。院长，抵用券预计好像要发200元，可是好像要住国里才能使用，有些民众认为好像无法就刺激到消费。我们这一次很感谢立法院快速通过特别条例，也今天就要向立法院报告特别预算。对于相关执法，一定会在2个礼拜内，做出来。对于特别的预算，怎么样执行才能让各行各业雨露均沾，并且立竿见影有效？我们会从各方面来考量，都以最有效的运作方式。这个各部会都会从这方面依这个原则来运作。院长，请教一下，现在针对非法移工看护这一块有没有要来做清查？那因为目前劳动部这边，应该说卫福部长陈时中这边，他是说劳动部不归他管，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一起来做这一个指令这样。我们很感谢很多外籍的移工看护，
为台湾的经济和家庭的照顾做出很多的贡献。那有些极少部分，因为过去的作业上是怎么样变成非法，我们总是不容许有非法。但是目前万事莫如防疫急，现在并没有说要来针对非法的劳工、移工或者看护来进行怎么样来立刻来做怎么样的动作，但我们还是对于相关的外籍人士，包括劳工、看护等的健康，我们还是都会一体、公平、周到的照顾，并且希望我们相关的这一方面，雇主也好，我们的劳工朋友也好，也要注意自己防疫，并且我们也谢谢这一方面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是以防疫为优先，对于非法，当然我们不会让它存在，但不是目前马上要做，我们是会从各方面以最有效的方法才来做。院长，你怎么看地方首长感冒了，是不是应该就要请假，甚至还来上班？地方首长就是地方防疫的第一线，指挥的工作负担很重。如果身体有状况，一定要以保身体健康为重。那我们也希望各个首长都能注意身体健康。如果真的有状况，要好好休息保重。谢谢。好，咱拄则听到的是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上新的说明。另外，同款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清明连假伫要到啊。当年拢有一寡民众爱赶紧带回去故乡来陪望。当年连假高铁自由座车厢的人拢是客家满，为着要来防疫，高铁即嘛当咧规划讲清明连假敢要继续卖自由座的车票。交通部铁道局讲，已经接到高铁提出计划，清明连假高铁无要卖自由座车厢的车票，主要是考虑讲旅客因为伤过济，大家伤过季节。即马上新的消息是讲，高铁公司即马当咧规划相关的即个内容，嘛当咧讨论，假使若是决定，就会赶紧甲大家公布。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花莲一个保护管束的犯人，伊破坏电子卡扣了后，就拿做伊走。这个53岁姓欧的查甫，过去捌犯过强盗案，结果互这个相关的主管机关改用电子的卡扣，改扣起来，伫咧监控。无想讲昨暗花莲检察署向发觉讲，设备有各样的情形，警察嘛去伊的徛家看，结果发觉讲，这个电子卡扣已经互伊破坏，人嘛已经走到离库卡。现主时警察对查伊的行踪，发觉讲嫌疑犯已经走到台北市，半暝伫台东区开一架青色的这个车，贴押请来抢槟榔担。即马花莲检察署已经发布通缉令，要赶紧把这个人抓到案。好，继续来关心准副总统赖清德即马上新的讲法。目前呢，在今天开始，其中一条生产线可以到21万每一天的这个生产量，其他5条每一条10万，总共加起来就有71万。但是到今年月底，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呢，最快速的生产线，一条21万个口罩的这条生产线，会加码生产到100万每天的这个生产量，这样加起来到月底的时候，康那乡这一个国家队的成员，每一天的生产量就可以高达150万个口罩，相当于政府在月底要提供的每天1500万个口罩的1/10。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波面对武汉疫情的时候，除了政府全军全力的投入，在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以及指挥官陈时中的这个领导之下，大家非常肯定以外，其实医界、科技界还有企业界都全军全力的投入。那康那乡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我今天来到康那乡公司，向康那乡戴董事长以及公司全体同仁表示感谢。那也向在这一波的疫情的防治工作里面，每一个投入的人们，向你们表示敬意，向你们表示感谢。我们要再一次的团结合作，把疫情的伤害降到最低，让国人呢能够保障国人的健康更安全。好。
对，这次蔡英文总统反应也非常迅速因为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侥幸心态啦。虽然时间是在5月20号，但蔡英文总统第一时间面对这波疫情的时候，除了全心全力投入防疫的工作以外，也已经特别指示520就职的典礼工作暂时呢停止。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国人知道，政府也是非常严肃的心情面对这波的疫情。那么也希望国人在办大型活动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疫情工作的严谨性，能够取消就应该要取消让大家共同投入防疫的工作，这样才有可能成功。总统就是比方说大型活动取消那个郑南光可以先提议请他延期我觉得这样不错，我觉得是这个我们要表示感激啦因为像这种大型的活动，你要延期或取消其实都不容易，因为他们不是临时举办了，而且可能都筹备都已经1整年了。那么在要开始的前夕，突然要延期或停止，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最后能够做这样的决定，响应政府的号召，投入防疫的工作，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感激。对于造成不便呢，我们也感到抱歉。但是呢，这个就是大家都为了国家嘛，为了国家优先这个我们应该要全心全力的来配合。好，之前有一度传说要你当那个疫情主任，没有了，现在是陈时中，没有。你觉得部长现在目前表现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大家都非常肯定。好，谢谢谢谢。好了，谢谢。多谢继续要来关心台湾一团去以色列的旅游团，一班飞行机拢总有11个台湾人客。团讲含一个确定为到武汉肺炎的以色列人客，坐入咧同一架飞行机内底。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以色列政府遂要求旅行团袂当入境，11个人客嘛爱随坐专机，规个过程拢爱挂喙烟。下晡5点已经倒来到台湾，防疫人员都爱上飞行机来检疫。移民署嘛已经设专柜提供因入境的服务，因为这11个人确定含这个病例坐一个同一架飞行机内底，倒来到台湾照规定都爱徛隔离14天。其中有一个查某团员，因为本身就气管喘气的症头，有人赶紧送去病院，病院强无空病房，这个负责人就伫咧救护车内底等。挂着喙烟、挂着行李的这个查某人，落飞机了，因为有呼吸道症状来送病院，也互防疫的人员唔敢代志。面对敏感的发烧的问题，这个查某人无想要讲，因为伊甲飞行机顶其他10名台湾的乘客原本要去以色列旅游，却因为飞行机顶出现一名日本选召公主号的武汉肺炎确诊的乘客，互以色列官方下令旅行团随出境，只好返来台湾。疾管署的防疫的人员唔敢代志，登记检疫，目前有10名台湾旅客检疫了后拢无症状，但也是要点出来隔离14天。这11位就紧急由这个在以色列安排，在旅行社的安排，就紧急回到包机就回到台湾来。旅行团伫咧28号到以色列进前，先去伊斯坦布转机。这个时阵，一个以色列籍的乘客上飞行机，伫咧飞行机顶一直扫。到以色列了后，恐确诊是武汉的肺炎。消息一日出来，旅行团的行程随就停，甚至传出以色列出动警察车开路，护送到机场，送返来台湾。这11名台湾的乘客2号坐包机对伊斯坦布起飞，经过巴基斯坦加油，伫咧暗时5点25分返来到台湾。移民署嘛特别安排专门的柜台，提供旅行团的乘客查验通关。因为甲确诊的个人同一班飞行机，旅行团的人毋若袂当去佚佗，返来了后虽然无症状，也是爱伫厝内隔离14天。旅行社虽然答应会全部来退钱，毋过期待真久的中东旅游，啥物人嘛无想到会用送返来台湾做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避免疫情继续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呼吁政治人物这段时间尽量莫走拖。朝野立法委员大家拢做过斗相天，入去到办公室进前都爱先消毒。就算讲天气小可较凉冷，室内共款爱开窗仔、开电风。咧走拖的行程拢改做是敲电话或者是网络拜访，希望防疫也有经营在地关系拢爱注重。
开窗，然后开电风扇，维持通风会让我们办公室相对来讲把风险整个降低。天气冷时，办公室的窗啊唔拿拍开，含电风嘛拢甲开落，这唔是伫敬五人，这是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办公室武汉防疫的任务，基本的消毒酒精一项都袂当减。为了法院办公室到选区地方，所有喜事丧事的行程嘛全部拢先取消，或者是改日子，因为疫情愈来愈厉害。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甲防疫的风险杀到政治人物普通时走摊的活动顶的。其实我们现在行程只剩下平常的1/5，有发出邀请那我们都是电话联系，那跟他告知说我们的心与你同在。全国民众都要听我们疫情指挥中心这样的一个指挥调度，那全国上下一心，才能够共同面对疫情。朝野立委做回来停防疫的新政策，喜事丧事会当卖去就卖去，改做打电话或者是用手机电脑来连线。不跑通并不失礼，公职人员、民意代表可以在这一方面以身作则。为中央政府部会到地方各级的民意代表，拢甲民众接触的机会减到上少，互感染的风险降到上低。防疫的工作，政治界嘛做回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爱甲武汉肺炎防疫的这个疫情风险降到上低，国家元首防疫工作同款嘛爱升级。总统撰文坐车专机定期间都爱消毒。另外，走行程吸到的物件，卖具或者是港台，拢爱用酒精棉片先切过。24点钟保护总统的安全，因分时间嘛分无同的所在来办公，降低做伙画着的风险。本地规划4月底爱办的汉光演习，即嘛延到下半年才过来做。出席新竹市马甲儿童病院的开工典礼，伫咧总统上台讲话进前，维安人员甲会吸到的所在甲物件，拢先用酒精片来切过。那么未来，新竹市马偕儿童医院将成为桃竹苗唯一0到18岁的儿童专门的医院，受惠的不只是新竹市民，更照顾到整个桃竹苗地区的需要。即马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特别注意医疗量能的重要性。防疫嘛爱对咧升级，随后对伫咧总统身躯边保护安全。地勤中心有定抗疫的计划，分时作息，营区内底规划第2办公室，人力来分散，减少开会，改用网络的方式来开会，而且管制休假，劝同事暂时莫出国。原本预定伫咧4月底举办的汉光演习，考虑到疫情的问题，决定会来延后。疫情的严峻性我们已经在做规划评估，4月份的电脑并且推演因为它是在密闭式空间，而且参与的是所有国军重要的干部，我们已经在评估，延到下半年来实施，演习照样会做。总统府的防疫装设红外线温度监测仪，搁爱量体温，若是超过37.5度，就袂当入去。入口的所在，搁有准备打洗手，疫情升温，政府单位嘛袂当代议。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才有独家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喙炎，即嘛未甲无货。就算讲政府卖喙炎，是名这规定已经放较零，也毋过也是毋是逐工拢有喙炎通用。咱台视新闻的记者伫咧高雄找到一间专门做喙炎的工厂，点头讲卖喙炎毋是医疗级的，是用医疗级的激素材料来做。记者事后甲这个喙炎交予卫生局来分解检查，初步符合医疗级的效果。若煞未包装、无标示嘛无制作日期。计效嘛比政府收的较悬，可能牵涉违法。今日去做喙炎的工厂，看到的是各种无同款的喙炎，不过到底倒一种才是防疫的喙炎？所有都很防疫，我们不能讲医疗，都是医疗等级的材质，有的还做2层的过滤布啊。话讲甲那百面无问题款，不过记者摕这种黑色的喙炎起来，结果讲法熊熊就变啦。那个是漂亮的，周杰伦都是黑色底的啊。含明星咧用的嘛搬出来，看到记者经这包立体的喙炎，头家就随个大头目伸出来比一个赞。我是要挂这耳朵比较舒服，2包600。尾啊，记者开600块买100块喙炎，不过今嘛武汉肺炎的疫情当严重，喙炎工厂早就拢互政府征收啊，这间哪会落
到去。大概过几天，我们的就被政府征收了。催安工厂就伫咧高雄，记者买这种讲是医疗级的催安，敢真是有效？看起来是三层构造没错，看不出字号哈。甲催安加开来看，虽望初步有符合医疗级的效果，不过包装顶的无标示，嘛无生产的日子，加上介绍比政府收购的介绍更加贵，恐惊已经犯法啦。通路上面它不具备有贩卖这些医疗器材的这个许可证号的话，得以处以3到200万的罚款，比一般公定价还高出20%，也有违反这个公平交易法第25条的嫌疑。虽望这阵嘛催安的数量无遐尔暗啊，即马大人的催安，嘛为一礼拜会当买2袋，增加到3袋，不过催安也是无一定买得到，提醒民众卖买来源无清楚的催安，也是去健保药局乖乖排队会较放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防疫这段时间，头一线医护人员想要吃一顿饭、订一个便当，中部就发生到排骨店无爱送去病院的情形。另外，台东基督教病院医护人员嘛传讲有发生这款代志。花莲有便当业的业者，伊讲会当体谅到平平是咧卖便当的业者，大家拢有压力，也毋过因讲伊毋惊，嘛呼吁大家会当互相谅解。从一盒一盒的便当底好好，外送人员做好防疫，挂着喙安，开车伫咧病院门口等待医护人员来领餐。请他自己塞拿，如果我们不方便先送过去。武汉肺炎疫情摊开，外送人员接到订单，接到队就爱去队，但进前就传出中部有排骨店拒绝外送去病院，引起争议。但花莲都有便当的业者，颠倒体谅伫咧第一线医护人员，用行动表达支持。奖励他们才对啊，怎么可以拒绝呢？我们就是口罩戴好，然后就是要把酒精消毒。花莲主治病院就表示，中昼的时阵，病院有提供食食，即马暗顿嘛伫讨论会来加入，但医护人员订外送规定，要爱去病院外口来领餐，做防疫是特别注意。外送人员是不准进入医院，所以假如说有外送的时候呢，我们是阻挡在外面，那就请有接受外送的同仁下来。外面啦，即马当是防疫关键的时阵，医护人员徛伫咧第一线，呼吁都要用互相体谅甲尊重来代替批评。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寡人拢开出去外口行行咧。出名上百年台中公园最近常常有10座比人更加悬的鱼形鱼饲料机，差不多量机约20部到一台。伫咧2月5湖边，一寡民众看了到底，算讲实在有够歹。到底是啥物人放的？原来原因是因为有人灌一批真水的金鲤，烦恼民众乌白市政府才会允准管的人会当放饲料机，互民众落钱买饲料。因为民众反偏讲真歹看。已经甲机器摕掉啊！来到台中公园2月湖边，想要翕相，角度桥这边翕到一台鱼仔饲料机，桥过也是翕到鱼仔饲料机。最近公园内底出现10座比人更较悬鱼仔型的饲料机，用20部到1座的比例，伫咧湖边远远看美丽湖畔变甲有淡薄啊，亲像是放假。有民众感觉实在是足歹的，讲100年的公园哪会互人安尼对待？不太搭。如果太多，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太重在位。民众买的饲料没办法掌控嘛，他就统一掌控。知影的民众讲，就是惊人乌白饲鱼啊，规气互民众落钱买饲料来饲，因为互人嫌歹，鱼仔饲料机随着互人拆走。台中市政府讲，确实是因为有人灌一杯真水的金鲤，要放入去湖内底，需要经费嘛，惊民众乌白饲，才会允准管的人来放这个特制饲料机，无想到也袂用，就引起争议。就先把饲料机的部分呢，我们先移到我的仓库里面。那我们再做一个景观的一个配置，后续我们会提出一个比较适宜的方法，然后再做设置。根据了解，管的人是真有名的金鲤业者。未来台中公园2月湖会有数千只金鲤，本来已经准备有公开仪式，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来暂停。提早放好的这个鱼仔饲料机嘛，受到批评，金鲤都还袂带入去新厝，就已经惹来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立法院上新的现场。第一个我要问的是防疫的宣导这个部分在哪里？好，那我先帮你解释一下。下一页我们看到卫福部其实是有编列这个卫教的预算，可是呢，在卫教预算的这几个项目里面，你只看到在第2条的第4项里面加强多元管道的卫教宣导。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院长跟部长，如果说你们今天把教育部在校园的卫教宣导里面把它放在我们的卫福部，希望卫福部来帮你负责，很抱歉，你在经费编列里面就只有一个多元管道里面有教育部的这个角色在。
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也谢谢委员的关切。委员应该可以了解，这一次在卫教宣导哈，除了院长一直在提醒，教育部其实不只是跟指挥中心呐，还有跟我们儿科医学会，其实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在卫教上面的宣导，还有很多包含宣导的影片哈，因为透过儿科医师专业的在到校园包含他们未来要成立对于每一个学校啊。有一个专业的医师啊，来作为他们的咨询的顾问医师。我想这一些，因为在相关的开学前的这个超前部署啊，其实教育部当时主计总处也都有一个能够以缓济急啊，所以我们是在开学前就已经开始做相关的这些准备。那我也跟委员报告，委员提到远距教学哈，因为教育部在之前，没关系，我们先一件我要一并说，对，因为。共同防疫啊，也不是说所有。刚才因为主席长也说，总共提出来是700多亿，但是原来我们各部会，像教育部在前瞻预算里面有一个就是让校园智慧校园的这个预算啊，将近100亿。那这个执行也到我们先现在这个防疫物资的部分哈，就是防疫物资以外，这个卫教的宣导，您刚刚讲到是卫福部派儿科医生来做，那是我们跟儿科医师协会一起来共同合作。但是我想要提醒的是说，校园的落实卫教，包含了文宣。包含的活动，包含说明会，甚至学生与家长与老师3种角色可能都要兼顾，所以在这边本席只是希望能够提醒院长跟部长，在教育部的经费规列里面，应该要把特别预算再加强这个部分的布局跟规划，这样才能够防止刚刚前面讲的惨剧的发生。那既然部长提到了我们讲的远距教学，我们看一下下一页。这个左边是逢甲大学，这一次已经自己不等中央政府来做这个补助的预算编列，他们已经自己开始做远距的开学典礼。然后呢，右边是我们的竹北高中，他也是做这个远距的直播的一个开学演讲。所以呢，我想要提醒的是，教育部也需要在这个部分呢，在加强在防疫的部分，更新我们在远距教学的软体跟硬体。好，这边只是做一个善意的提醒。那希望后面我们复委之后，在委员会看到的这个编列细目，可以更符合在教育部在防疫里面的角色的这个规划，可以吗，部长？好，谢谢委员。谢谢。好，那我们看下一个。教育部也会将我们好，其他社会消息继续要来关心，配合一间饭店准备拆掉要重启。在拆除的过程，有人发觉讲饭店地下室哪有一批真条的兵马俑，外面看起来哪亲像是拄挖出来同款。敢讲配合正是受这款兵马俑兵马的土人。饭店的人员赶紧出面驳回，讲这拢是仿的，因为饭店要拆掉，才会出现了这款哪亲像是考古的趣味画面。同款嘛是真趣味，南投鱼池乡一个囡仔加比赛，今年敢若4岁尔尔，也未读幼稚园，就真够冲加比。外面会当看到这个阿妹啊，伊真够冲加比，真有办头，足有气势。因为厝内开加比店和民宿，伊为细汉起就看老爸伫咧巷头啊煮加比，会当讲是戏馆边的猪母卖分销卖拍片。伊为2岁起用囡仔加比，加死伫咧学功夫，一直到今嘛已经4岁啊，已经会晓煮和大人同款水准的加比。实在有够强。另外，这个立法院上新的现场来关心，行政院公布疫情影响的进行抵用券的方案。这个金额宣布讲200块，和大家期待小可有较差。下早立法院有上新的回应，详细进行连线记者李永平。好，各位观众各界是关切呢，行政院所提出的这个振兴抵用券方案而目前呢，行政院是初步规划了，总共在4个面向，包括呢是夜市、商圈、艺文，还有餐厅等4个面向，而且呢1个面向是200元，不过呢是要住宿国旅才能使用对此呢，我们来听一看蓝旅立委的说法。这一次的这个，尤其在振兴方面20亿的预算实在是太少。对这杯水车薪啊，对现在整个产业景气非常差的情况下，我觉得帮助不够。那当然我们看着我们这一笔先下去嘛，先看怎么样。那有必要，因为国内各个产业受到的冲击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还有必要再扩大。200哦，唉，当然对每个人来讲，200块的意义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捡到200块会很开心，那有些人可能觉得200块就是不是什么大钱。那但是对于每个产业来讲，如果大家都愿意掏出200块，甚至能够掏出更多的钱来消费的话，那当然对于各个产业来讲都是
好事啦。因为好的，国民党立委呢，他是抨击200块是绝对不够的，应该是要参考这个 SARS 振兴方案的时期哦。不过呢，民进党立委也是大叹一口气，但还是缓颊说，其实有人也是会觉得够用的。而行政院呢，可能还会再讨论这个相关的方案。以上现场最新情形，主播。多谢影评，过来看到高雄灵州国小为着要订做校校南平的报道，按算要甲即马种植的校校挖树位啊，拢种20外丛、40外重的树啊，山栽到树啊的这个银行内底。也毋过引起到保护树啊这个团体，大家伫咧骂，认为讲乌白安尼山栽会破坏珍贵的老树丛，即马校校嘛决定暂停这个计划。学校边啊有一丛发甲真黄的青啊，毋但会当来纳凉，嘛会当耍爬树啊，一直拢是囡仔下课的时阵上爱去佚佗的所在。毋过即马即丛40岁的青啊，恐惊爱刷去别位啊，互囡仔拢就毋甘的。现在为了让我们的通学步道更加宽敞明亮，必须将它们移植到树木银行。虽然很舍不得，但还是祝福。高雄市灵州国校为着甲学校南边的通学步道翻过，烦恼树根会影响到步道甲树位啊，所以学校就决定要甲步道附近的20外丛树啊，拢刷去树啊银行。其中这丛40岁青啊，嘛伫山栽的名单内底。为了增加通学的面积，还有安全的考量，所以呢，我们让19棵的树呢，以及这一棵榕树呢，是找一个适当的家去生长。消息传出来，却引起爱护树啊团体批评，认为无需要甲学校内底老树啊刷走。另外，刷栽的过程，树啊嘛无一定会当挖落来。刷栽恐惊的就是互已经种40年的树啊去送死。面对反对的声音，学校决定刷栽的工程先暂停，整理大家意见了后，再来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消息来关心，武汉肺炎伫日本爱媛县出现一个确定的病例，为着要来防疫，新历3月初一上场东京马拉松规模已经变较小，欣赏比赛的民众剩7万人，大部分的人拢挂喙暗，学校嘛采取防疫办法，到明青高中初二放饭，伫咧饭单头前菜三角架，叫考试的学生也有时段伫咧后壁看，大家莫伤过晚。另外出业典礼嘛，敢若开放一寡学生代表来参加，规个日本高中以下校校为初二停课到4月初，停课的时阵要安怎来安搭这个囡仔？一寡父母若是咧食头路，大家拢是头壳摸咧笑。听到开始的信号，选手就随冲出去。东京马拉松初一起过，毋过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今年看比赛的人减到7.2万人，真侪人拢挂喙暗去看，甲英国卡袂到，就有成百人去看比赛，比起来真正是差足济。另外，疫情嘛拖去到学校内底，北海道一间高中的毕业典礼，敢若开放10个学生代表去参加，规个大堂拢无人，其他的学生甲家长拢爱透过网络直播来管理。大変な状況の中で、式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たっていうのは一つ意義が大きいかなと。东京真有名的学校立比国高中，因为放榜透早就出现真侪考生甲家长，为着歹互人客做伙，学校专工伫饭单头前放三角架，请大家徛伫咧山后壁。为着做好防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请全国高中以下的学校为3月初2停课停到4月春假。真侪父母拢咧上班的家庭头壳拢摸咧烧，有家长找无会当照顾囡仔的机构，敢若会当甲囡仔带去公司，佮有家长规气就伫咧厝内拿办公拿顾囡仔。子供の生活が乱れるのが心配です。停课影响到生活，安倍承认讲进前做的准备无够确实，不过伊嘛建议针对这届疫情定一个特别法出来，互首相会当宣告紧急状况，安尼就会当用岛岛府关地区的权力限制民间设施的使用，甲民生的损失降到上低。日本央行总裁嘛出面讲，日本银行会尽全力提供资金，稳定金融的市场。消息一个传出来，东京股市才总算无继续落。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咱的旅行社即马团购细面长卖，6月可能有一寡店的倒店，也有500间可能的休困。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佑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发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人做代志，行是一个方法，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叫你做三陪一工，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妙语传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妙语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开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会当称呼阿爸母，像咱讲大二嘛会当称呼半老老的妇人人，像咱一般称呼人讲阿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阿头前有讲到会当称呼阿爸母，万个用来称呼半老老的妇人人。第二个词亲就是亲家的意思，称呼姻亲关系对方的老母。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迄阵讲阿生后生，后生生了食肉鸡结归完，亲看到李顺权，讲伊嘛想要来卖肉丸。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引起到消费的争议，因为一寡也袂得做疫区的旅游所在，像讲日本、泰国，消费者总是烦恼，想要取消行程。即马听讲有70%的团费，拢是有含这个机票有关系，要安怎来退费？道民众投诉讲要去日本的奥萨卡、大阪，5天4暝自由行，开13900块。即马若是想要来取消行程，扣掉机费，还有旅社这费用，后手敢若会当摕3900倒转来，了1万块。旅行社业者嘛出来发言讲，讲这条钱拢是因先出飞行机的机票，有一寡航空公司因为无开收据，上尾应该来当家己了。旅游市场会当讲是大崩盘，若是疫情继续拖，按算顶半年有500间旅行社会停业，也有1500间会休无薪假。若是下半年，可能规台湾9成的旅游业者拢无法度正常做生意。这边投诉的电话接袂停，迄边投诉的文件摆甲柜桌顶。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敢若是2月份接到的投诉，都超过2000件，等于是过去1年的申诉量。尤其是还袂登记做疫区的旅游点，消费者也是感觉烦恼，想要来取消。争议的内容以机票退钱占70%上多。没有受影响的地区，或者是一级的地区，他担心。所以他要取消。根据上新退费的规定，除了必要的费用，第1级注意区爱扣10%的团费，第2级警示区扣5%的团费，第3级警告区才会全部来退钱。但是像这名 A 先生要去日本大阪5天4暝自由行，13900块，扣掉机票、旅馆才必要的费用了后，敢若摕转来3900块，等于是倒了。民众心足痛的，但旅行业者嘛真无奈。做单一路线旅行社对于他们来说的影响会比较大，不只是无薪假的部分，甚至没办法经营下去。已经先付出去的机票费用，若是航空公司无附证明的收据，消费者如果要求旅行社负责，
最后都是家己来吸收。推杀到6月底，相关的案件金额已经超过100亿啊！顶半年可能会有1500多间的旅行社来放无薪假。若疫情继续后半年，恐惊全台湾有9成旅行社袂当正常来运作，面对影响的层面是愈来愈宽。业者皮皮错，干那希望会当赶紧有情绪变更专案来斗相共处理这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佑廷会让雅芝与景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华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大人做代志，旁是一个帮我，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这是咧台北市东区的巷仔底，有一间内行人才知影的乌龙面专卖店。店里卖乌龙面拢是头家娘杨欣颖，逐工手工现做 Q 底底，本钱较贵要3倍。店里这原物料差不多拢是为日本进口，安尼才会用食到上介纯、上介单调的日本气味。本地伊是一个英文老师，为了要支持因翁的理想，翁仔姐2个人开这间细间的面店啊，要靠台湾人免出国。咱台湾就会当食到上界单调的日本乌龙面。蛋起乌龙面2份，好。招牌展基乌龙面，伊的分量10足，搁来倒好猪、鱼板这配菜，搁甲淋特chế的汤，放一个煎大虾，安尼一碗香公公的乌龙面就会当甲香上倒。它的面子很 Q，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在台北就可以吃到了，不用特地飞到日本。一些东京或大阪的，它面条反而没有这边那么 Q 弹，或是这么的爽口。这个乌龙面，伊讲究的是爱现点现煮，这就是伊好食的秘诀。要拿这个面落定了后，伊煮的方式嘛是真讲究。因为我们下去之后啊，为了要让那个每一根面的那个在水里面受热是均匀的，所以我们会用化发的方式。120度的高温达煮12分钟，糊起来了后，就爱随甲呛凉水。安尼，这个乌龙面的面条食到才会 Q 身，用手甲舀一个嘛袂长，面会遮尔好食才 Q 身，因为这拢是坚持用迄个日本出产的麦仔粉甲树枝粉落去烂的面册。那我们会左右来回，因为会让它那个水分会稍微比较平均的在面上。还搁来掺这个定着济的盐水，甲烂半点钟了后，这个面册伊才会定型。爱甲放咧发酵半点钟，安尼拢总爱甲发酵3摆，才会当来底面。底好的面册都爱出来甲硬乌平，莫看杨欣颖是安尼遮尔啊细粒子，不过伊做乌龙面的架势实在是真有办头。伊毋那是靠手挖力，还佫用几分丝的力落去烂，连这个切面的架势嘛真有迄个tempo的节奏。甲看伊安尼起手落刀，切出来拢平悬啊平悬，这就是伊遮侪年来劳心苦战练习的功力。为着要互乌龙面有较好的口感，头家娘杨欣颖伊做面真坚持，会有这个观念，拢是因为这个因头的日本红菜。
骗兵力有咧甲反腐，传承因头的做面的理念。杨欣燕伫6年前，还阁是一个英语老师，伊为着要来陪伴因先生来完成梦想，伊就决定甲教车头路甲辞掉来做车的。想袂到伫开店要2年的时阵，因头的煞因为心脏病，伫半暝啊安困咧，就过身去啊。安尼甲伊放落，阁留一个2岁外的囡仔。是持续了半年的像游魂一样的我自己啦，对，就是每一次，其实我每一次在外面要进来，我都是一个挣扎，因为所有的不管是摆设啦，或者是你像我们的墙上有那个毕业证书嘛，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它的文字啊，或者是种种，我就连拿一个碗哦，因为这个碗是我们去日本背回来的。他如果没有坚持住没有撑下去的话，这一家店怎么办？然后家庭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要来延续因头的梦想，杨欣燕来做出上有在地开口的手做乌龙面，要互人客拢会当食到伊用心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还原那个流动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汉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人做代志，行是一个行话，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枪拿来！你敢耍我，骗我，你死定了！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又出来了！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姐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但是生生世世，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听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
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华阳那个流动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佑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他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人做代志，旁是一个帮我，咱相唱默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枪拿来！你敢耍我，骗我，你死定了！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又出来了！好看！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但是生生世世，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经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需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好，就
手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世界越野奥多麦锦标赛，英国这一站落尾是荷兰选手摕到5站的冠军。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佑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